5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杭乐的谢群一、陈雪萍、徐明，南京市乐剧团的邹小昭，地派小生李小旭，浙江小百花乐剧团董科第、蔡哲飞，杭州黄龙乐剧团的王航娟，浙江乐剧团的廖其英，福建芳华乐剧团的郑权，绍兴小百花吴凤花、张琳。真诚的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猴年吉祥，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猴年吉祥，身体健康，猴年大吉，开年大运，猴年吉祥，万事大吉。嘿，你这些呀啊！快乐5频道，梦想最闪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春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掌上票房主办，由浙江省演出有限公司承办，由杭州越剧院协办的北大傅习康、雪元康2016第3届浙江越剧春晚越剧流派大全精品专场晚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小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化。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浙江越剧团、杭州越剧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南京市越剧团、福建芳华越剧团、杭州黄龙越剧团、宁波外事学校以及北大傅习康、雪元康对此次活动的鼎力支持。没错，今天的演出现在正式开始了。首先要带来的第一个剧目就是《一缕麻洞房》。那今天在现场，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杭州越剧院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徐明、谢群英一起来演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徐明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和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谢群英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而在《一缕麻》当中，他却是以原派唱腔来为大家演绎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家1级演员徐明、谢群英、吴灵珠、黄荣娟等为大家共同演绎《一缕麻洞房》，掌声欢迎。
问问做新郎，妈妈说新郎新娘是夫妻交把天地在洞房。妈妈说从今儿叫我不要再到书房去，新房里面伴新娘。妈妈说是监狱里多欺负，压力狱里供养上。哦，将来生个小爸爸，我做呀来你做娘。这都是妈妈对我讲，她叫我好好过来比新娘。我还有许多话忘记了，我还有许多话忘记了。新娘子，新娘子，新娘子啊，你怎么不说话？哦，你是个哑巴。新娘子，你不说话，我要睡觉了。喂，喂，你怎么不帮我脱衣裳啊？哦，你不为他，那我叫妈妈去脱。转来，你不是哑巴。哎呦，哎呀。那，新娘子，我要睡了，你也睡吧。我不睡，妈妈说要你跟我一起睡。我不与你说话，真是对牛弹琴啊！女儿会弹琴的。我听俺没有听说过女儿会弹琴的呢，干眼的呢。女儿会弹琴啊，女儿会弹琴啊。红烛摇一天白了，眼看此郎呼呼在，情人不知在何
小女，不做怨妇锁门墙，娶乞讨，去流浪，做尼姑进安堂，也不愿终老此生陪我葬。哎呦，我好难受，让我死吧！哎呦，新娘子，你哇啦哇啦的做什么啊？我天了，想牵根针在抽也要好痛，好痛黑啊！龙头，新娘子去打去打啊！死了！新娘子，新娘子，我要死新娘子。新娘子，你身上火烫，像木炭一样。走，快来走，快来走呐！哎呀，不好！新娘子到底是叛儿，万金凶险万分，不但令人性命难保，而且这一桩桩啊！老夫人吩咐，大家都不得今日行房。我们这娘亲推推送呀，心新娘子，新娘子，哎呀，新娘子，哎呀，新娘子，考啊！新娘子，我来了。怎么是你呀？他们都怕不过来。那你来做什么？我叫你来送太阳的，那让我死！啊，让我死！一定。新娘子啊，要哭只能轻哭，千万不要口水啊淌。十倍妈妈来听见，定要逼我离心房，都怪怕有害人间，人间里是阎王，我是太太来看你呀，在人间来送呀汤新娘子，新娘子，
新娘子啊，你脱去呀莫言哭，啥子言哭去快啊，去了呀因为好。乖乖听我把这唱，一碗呀汤不凉不离，闻得下新娘子去了变得更漂亮。喂一口，他一口，你一口，我一口，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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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把这碗菜呀全喝新娘子也吃完了，你的病就会好了。永少爷，我啊，少爷，你不叫我挨到了？少爷，你良心真好。我的心里也能快见啊！新娘子，我扶你去洗洗啊！新娘子啊，你真的会弹琴啊？你跟我开玩笑啦！心相远，心相远。三字处，心本酸，心相近，心相远。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故事，主人公是中国的4大美女之一。我们都知道，中国4大美女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位主人公呢，就是闭月的貂蝉。当年貂蝉是为了报答义父的养育之恩，是献身，然后实行了连环计，是广为流传这个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福建芳华越剧团张派的花旦郑权，给我们带来貂蝉拜月。说到张派啊，大家可能也知道，张派呢是张云霞女士创立的花旦流派，它的唱腔特点是小腔丰富、华彩多姿。而我们所熟悉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何赛飞老师就是张派的主要传承人。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郑权呢，他是国家1级演员，他的师傅啊就是何赛飞。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郑权。
头对明月诉，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尹派小生张林，为大家表演《张雨竹海闯海》。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张林哈。张林呢是国家一级演员，是我省新松计划演员1等奖的获得者。他师从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缇。接下来就欣赏他的演出。小姐，你怎么晚不来呀？不测插门到月影啊，已雪了
月亮。细思量，长老子也内外里，为什么他笑我是个傻秀才？为什么他问我曾不是何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在眼前，他曾过之人我难忘记，他要我常莫想起，他要我月圆在前提，他层层的眼睁前，他一细皮不来意，莫非他曾过有心还生意？莫非他言话有意？大行去，对，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张宇呀，张宇，你当真的好傻眼。多年来，我孤梦魇我飘逝拉芳，空谷地风雨兰香，不曾为此因离得心难通。事实上，我年过茶馆，离去遥望。我以为风雷云色避不语，岂曾想一瓦奇缘从天降。现这里走到寻梦之意，做事长今这里，我定要当面问端详，绝不再做傻秀才。等他到来，我要约一约相思同去2016快乐5频道为梦想而战。每晚17点45分，大猪哥来了，家长里短是非曲直，大猪哥为您来调解。每晚18点，小夏办事，跑腿帮办，暗访调查，为您办事，解忧济困。周一至周五，每晚19点，美食兄弟连，搜罗美食，玩转舌尖。每晚21点15，不演奇葩说，热门新闻脱口秀，将奇葩一网打尽。2016快乐5频道，梦想最闪耀。百年老店，明星气质。博元昌眼镜提醒您注意用眼健康。今天
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杭州黄龙越剧团的七派花旦王杭娟。王杭娟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杭娟为大家演绎《梁祝楼台会》。总在好。
此幅美人画像，死了，不免待我捧为房中，焚香膜拜。良心谁愿诚心隐藏我怎么服侍乱猜起来？真水之上有某句所行，待我看来。秦都分明4年前，原官是在煞飞县，他念的帮算功课，不才没变，才留变。哦，这画像
原来是女子们的收成图哦！你快拿这美人儿如同生儿，摇着孙儿呀！那一双该温的眼睛，这管顾盼着笑声。哎呀！美人啊，美人，你何必这管宽敞我？何不走出话来，叫我一声梦寐，也可了却我痴心一片呐！美人，来呀，来呀！感谢廖其英的精彩表演，谢谢。刚才在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触，这个改编的相当的棒，既有尹派的非常婉转的唱腔，而且里面还能够听出一点点昆曲的感觉，真的是很微妙了。是啊，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啊，《秦探》是传统的越剧剧目，它出自《焚香记》，是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老师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今天晚上呢，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傅派花旦董建红将为我们演绎《秦探》三支香。为您介绍一下董建红。董建红，国家2级演员，师承傅派花旦，越剧表演艺术家陈飞。接下来就有请他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请欣赏。天
唐伯虎点秋香，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了。江南四大才子当中还有经典的三笑，但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他曾经登上过广东的越剧、安徽的黄梅戏、绍兴的莲花落。那么今天我们欣赏的是江浙的越剧，表演者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 B 派小生李小旭。李小旭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和昆曲名家石小梅。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李小旭为大家演绎《三笑点秋香》，掌声欢迎。敬奉太相与，点选江儿，请各位姐妹登堂。哎呀，累呀，
相济济配鸳鸯鸯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大傅习康雪元康2016第3届我们浙江粤剧春晚粤剧流派大全精品专场的演出现场。好，观众朋友，在粤剧的经典剧目《红楼梦》当中啊，黛玉葬花是非常经典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选段，尤其是王派花旦演绎的黛玉葬花，那更是婉转曲折，回味无穷啊。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呢，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王派花旦徐柳飞，他将为我们演绎《红楼梦》葬花。徐柳飞，国家2级演员，师从王派花旦粤剧表演艺术家王志平。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请欣赏。摇落地。
阎罗布你早受领，千岁十七考李文，自作相为长。花落花飞，飞满天。红霞香断，雨水流。一年三百六十天，风高霜减，年相变。明媚鲜艳能起诗，一朝飘泊，难寻觅。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的经典剧目，其中《哭祖庙》一段可谓是唱腔非常的高亢悲壮，广为流传。那今天在现场，我们有请到的是徐派的小生张小军，为我们带来《北帝王哭祖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小军，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掌声欢迎张小军出场。天
情啊！老桥子昂谈天下红王，策我专权不多的是剑桥。生人呀，你出师弟谁命中？
江山马文就是有一出戏呢，叫《李慧娘》，它是根据我国明朝时期的传奇故事《红梅阁》所改编的，讲述了李慧娘和裴顺清的爱情故事。其实这个爱情故事曾经也被翻拍过电视剧，同时呢也登上过昆曲的舞台。但是这次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将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以全新的越剧的表演形式展现给各位。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来自于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吕派花旦吴素英和范派小生吴凤花共同出演《李慧娘》诀别。感谢大家的热情，在这里呢，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吴素英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提名奖获得者，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吴凤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获得者，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掌声欢迎吴素英、吴凤花上场。红尘去，鸟儿
的心扉。欢喜。
现场及电视机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掌上票房主办，由浙江省演出有限公司承办，杭州越剧院协办的北大富熙康雪元康2016第3届浙江越剧春晚越剧流派大全精品专场晚会的现场，我是小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化。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尹派兼徐派小生蔡浙飞为我们演绎《桃花扇相继》。蔡浙飞呢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中国文化部文华奖的得主。他师承的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掌声有请蔡浙飞带来精彩的演出。
想一想，时光不行。观众朋友，说到《西厢记》啊，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它是粤剧的4大经典剧目之一。是的，今天我们现场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上海粤剧院的原派花旦陈慧迪，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西厢记》的琴心。陈慧迪是国家2级演员，她师从的是粤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让我们掌声有请。
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他恰是儿女的你在小场中，他是一穷，一穷，不知为搅乱世风谁自用，他求理中不一通，分明是把老夫眼中西东，怪我一穷爱上你，只因千古此心同情，才不言中。人有德行，如水至清。德清县的名字啊，就是这样得来的。而越剧《德清嫂》是杭州越剧院原创的越剧现代戏。今天晚上为我们演绎《德清嫂》的是杭州越剧院的金派花旦谢群英。谢群英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中国文化部文华奖得主。他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谢群英为我们带来《德清嫂》回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到底在哪里呀？今天是你23岁生日，妈妈想你呀。早是可娘心。方才儿一见父也当也心。娘心啊，娘救起别人的孩子，为他不敬。儿声音儿声音儿声音啊！
10年，我是夜夜梦见人海灵云，是真是缘，到是今。20年，我天天称泪，盼呀盼得西家来报称，盼过了冬呀，盼成亲。一算是生死茫茫，无名心，缘儿写此梦生你好人。天留你呀，平平安安，全要找回，为娘心，这里是北大傅习康、雪元康2016第3届浙江粤剧春晚粤剧流派大全精品专场演出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小杨，我是主持人胡化。是，接下来就要有请到的是杭州粤剧院的范派小生陈雪萍，为我们带来《摄政王之恋》，功高盖世，多尔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陈雪萍，国家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师承老一辈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据说当年范瑞娟老师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要把多尔衮的艺术形象搬到粤剧的舞台上。而陈雪萍作为他的弟子，帮老师完成了这个心愿。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雪萍。应声必应。两行泪，官为江山，官美神。功高盖世。
深我心啊，害了我一生，我一生。为了你，我身心俱力，结上恨。为了你，建功立业不惜一命，为了你10年母亲生在身，为了你生子成的我成成。为了你对真人，为了你诚心，为了你念真意，为了你一秋万年流马鞭，身心与身心为爱能分清。我爱的不爱的不爱的痴爱的可怜，爱的死亡，爱的残忍，爱的痛楚，爱的杀人，爱的奄奄一息，起死回生，20余年历久。此情有与你，师徒同归，共掌江山，换众生啊，换众生啊。好，观众朋友，在大家的一片叫好声当中啊，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这位嘉宾一上场啊，一定可以让大家大饱眼福和耳福。是，大家猜猜看，他是谁呀？好了，我相信各位猜呢是没有任何的线索哦。不如我现在呢，郑重的为大家来宣布一下我们的重量级的嘉宾，他是越剧竹派的第一传承人。哇哦！她是老一辈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竹水章的女儿。让我们有请竹小章老师上场，有请。有请小章老师。好热情啊！小张老师您好，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小张老师呢来到了浙江越剧春晚的舞台上，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竹派都有哪一些艺术特点呢？我想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好，那竹派唱腔的特点呢，就是高亢洪亮、质朴大方。一句话概括了。那么其实以前我母亲是演花旦的，后来改了小生，所以竹派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一生一旦。又能唱小生，又能唱花旦，没错，这太不容易了。是的。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请竹老师为我们既演绎一段小生的唱腔，又演绎一段花旦的唱腔，好不好？好不好？那么我想这样子，大家观众朋友们很熟悉的是尹派的沙漠王子，是，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实际上一开始沙漠王子尹桂芳阿姨的搭档，他们是最佳搭档，那就是我母亲竹水章，是吧？
我们的伊利公主，对，我就是沙漠王子，死去的命。沙漠王子好像体型有点不太对。那么我想呢，把他们两个人的对唱，奉献给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喜欢。掌声欢迎小张老师。小姐，你是要说明吗？请讲，请说。问小姐，我自信来，我自命。问小姐，她是何人哟？何是谁？我来本是王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厚爱。那么，我想我再为大家唱一段，也是我母亲左水皂的代表作《柳毅传书》的选段。谢谢。家花
天我们在这里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上海越剧院王派花旦王志平，为各位带来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别着急，跟他搭档的还有陆派的小生黄慧。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王志平，国家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获得者，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黄慧，国家1级演员，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配角奖获得者，师承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徐天红。掌声欢迎二位为大家表演《孟丽君探病》。丞相报。
相王，你的病怎样了？啊，恩师，你要救我的命啊！啊，钟相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挨骂。哎呦！恩师，我生的是什么病啊？你呀，生的是急性病。急性病啊，恐怕是关火太旺了吧？哎，恐怕是阴阳失调吧？哦，这病不要紧，数日之后迎奉太后寿诞，神凤喜事精神丧，太后寿诞一过，怎么样？保管延期，心旷神怡呀！喏，此乃强行速起，加急加早。呵，药生之病，岂是上药能医呀？我看这药效也用不上的。啊，用法吩咐当教侍候是。我生的乃是死盲病啊！是啊，时有所思，夜有所梦，死梦病，死盲病啊！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起的呀！哦，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哦。这是孟丽君在我的一幅死画信。哦，这是孟丽君的死画像，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是，请看。画得好，是画得好啊！画得像是画得像啊！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真是不为不欠哦！可惜是王当铁车三月多，你见他对我露真相。恩师啊，领军中二家营，真乃是瓦兵真能冲击场。演起呀，好风来是红彩帐，青云玉露总能上。你与他有情人总能成眷属，你无需家草不用光。做了高官
救心房。我为他纵马红冲上挂叶，我为他瓦不离身3年长，一片真心比天亮。他无动于衷为哪吒，他那里丝丝曲曲诉衷心，我这里方方层层去为啥？他心凄凄为我思念长，他恨深深怨我修行忙，他酸溜溜女中得此话我万切苦中，他心多想。上言道，水里路实难测，我心中欲话真名讲，神色伴君。是伴虎，一旦遇无要害夫郎，见人便是我真下帮，杀娃呀再难杀人的此情。担心在你杀身啊虎，3年来你兵瓦乱西家园，四出云万不得已谁有错？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无寿万岁多娘婆，他若真要将你在宫外来，我不是赴汤遇到虎。李君啊，倘若是万岁赐婚刘家女，你叫我是我去得夫。大人按计计相断，切莫犹豫再蹉跎。你若再把事情误，你不胜诉我胜诉。你若再不负其身，我定当你我心挂你分了。
什么？啊，这是你错怪他了。恩师，你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你？这言气恩师。既然他官高月月走天涯，定是不离心女子有志向啊！言起你恩重四三对他怎么样？他定位心生是黑，来到山回去我的天呀！那接下来呢，为各位介绍二堂放子。很多的我们的戏迷朋友都知道，二堂放子是神话剧《宝莲灯》当中的一折，同时他也是我们著名的老一辈粤剧表演艺术家张桂凤的经典剧目。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张派老生董科第，还有来自于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吕派花旦吴素英，共同为您带来二堂放子的片段。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董科第，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获得者，师承老一辈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张桂凤、吴素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提名奖获得者，师承老一辈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掌声欢迎他们二位。夫人，可真问得明白。老爷，你出生困难，求生的本分，丞相天性倔强，这情夫官报，一定是丞相当死的。那秋儿呢？那秋儿么？夫人。我看丞相生得老实，秋儿教养诚信，看来情妇官报一定是秋儿当死的。我看是丞相，我看是秋儿，丞相，秋儿，丞相。哎呀，夫人呐！情妇官报总算是丞相当政，那钦差老臣就不会轻易放过秋儿，甚至情妇气泪大声，岂不叫两个奴才一起送命？老爷呀，当时程序秘密，自古已明理。我说带秋儿去的，秋儿，夫人来杀可说情。我说带丞相去的命，丞相。我们什么一片心，啥不送儿去的命，那钦差端来这他人，在这提举一发髻，又在替他们带罪。那丞相在的我生养，也是我从小无有长人生，两个孩子我一样陪，那丞相我也要与他来担任。夫人，此话当真？当真。姑说，姑说，此事实乃夫人呐。
凭你谈讲无妨。是不是？把什么？我想得求儿，求他去的命。不就像丞相自古问了什么投资一片心，心莫为君神结落官犯天条谁曾领，心莫为我留夜长，华山压定十三层，心莫为我留夜长，情深儿子多见，今日里实叫丞相去的名，要救什么靠人？夫人啊，你要是杀了求儿子，你又好比
啊！
红翠。实在这皇室娘亲见儿呀，为父莫逆到死地，倘若我不相信，你娘亲有红天。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本场越剧春晚的压轴剧目《梁祝》选场18相送。今天我们看到的18相送啊，将会是2位越剧名角儿强联手为大家共同演绎。他们一位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范派小生吴凤花，另一位是上海越剧院的原派花旦方亚芬，他们都是国家1级演员。虽然说各位对他们都很熟悉了，但请允许我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的资料。吴凤花，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得主。她师承的是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方亚芬，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2度得主。他师承的是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那么今天2位越剧的大咖在这里，要为我们演绎的是经典的原范派的18相送。掌声欢迎他们！
快乐5频道，梦想最闪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电视机边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北大富西康雪元康2016第3届浙江粤剧春晚粤剧流派大全精品专场晚会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我们粤剧大咖们今天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感谢北大富西康雪元康对粤剧春晚的大力支持，谢谢，让我们共同祝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幸福。